人在地前要来讲台南的消息，台南市西港真有名的武镇七股区长南里保安宫的白河镇已经成立96档啊，嘛是台南市登记有案的市定的传统表演艺术。为了要将这项文化甲保存落来，庙方甲学校合作设立这个白河镇的文物馆，保存甲展示白河镇各种的文物以及伊的历史价值。 全台湾唯一的白河镇文物馆，就伫咧七股区树南里的保安宫。白河镇是西港乡著名的武镇，为着要保存这个文化，各界嘛真拼死成立白河镇的文物馆。来教练这白河镇总教练也已经是60-70档啊。 文物馆内底展览白河镇真侪种兵器设备，有衫裤、毛研究论文，有早期具标的文物，嘛拢摕出来展览。而且文物馆由庙方和树南各社合作，由师生协助规划成立。经过年外准备，嘛已经完成。这个过程是真无简单。这个文物馆的筹备其实是经过9-6档的酝酿啦吼。即摆白河镇的文物馆嘛已经开放予民众来遮参观，希望会当借这个机会，会当予更侪人了解白河镇的历史价值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